心怀，按我心中所想，拿出到外面里来，就想风光。那车人的性命，马上我的兴趣，那上界重要目的，就是找出好地理。然后好地理，放坏所在，让我车辆受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阿要成什一道，犹太好事。阿要成马妖怪，犹太来啦！好，时间无早，按车辆马上一步，向前来去，就在那个飘飘弹的地方，就是在那里移动。人伫咧讲，空话无比，就是情绪平衡啊！哈，是我兴趣，是我无对，按车辆马上一步，爱去了啊！用按车辆无出问题。你想要何地理？手边我别为谁？哈哈哈！你我多高？你安好？向前步，向前去，天光地地是开，只要当好地，想怕人间也在天，天光地好比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呀你跟我车辆随后到位。呀，怕给你在这时那去。